沈文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惊不惊喜？我可是找了你好久啊！这要不是前2天秦月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进了京大呢。哎，怎么说，咱俩好歹也是一起长大的，你总这么说走就走，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来京大的事儿是秦月告诉你的。怎么了？这个不是你当年最想要的吗？怎么样，帅不帅？贝纳利752，双缸4冲程，真的很帅。走，我带你骑一圈。不行，我今天还有事儿，不能骑，不能骑。那要不你载我？走了，就一圈，不会耽误你事儿的。好吧，就一圈。郑哥，女人，这都是什么展开呀？江组长，夏组员，天哪，这没在一起呢，这小秘密、小昵称啊！瞎说什么呢？我瞎说，奸情很明显哦。这蒋正涵真是孺子可教，不枉我一直帮他。反正呢，你们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了，知道吗？林夕，我有点不太舒服，你们先去吃饭吧，我回寝室了。小希啊，那是蒋正涵吧？后面带一姑娘，你看见没有？夏林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发微信也不回。哎，郑哥，你不吃饭去了吗？怎么自己在宿舍呢？本来是要去吃饭啊，但夏林希突然就说她不去了，顾小曼还骂我是渣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有点懵。哎呦，女孩子嘛，情绪化一点也正常。反正咱明天郊游啊，见面哄哄就好啊。郊游？谁说去郊游？你还不知道呢？史教授都在群里说了，说为了庆祝咱们计算机队重新集结，他出资，带咱们整个校队一起去郊游一趟，然后他就不去了。哎，我看郑嫂在群里回复收到了，他应该会去吧？林希，我帮你拿吧。小希啊，小曼，下车，亲爱的，顾小曼，你怎么来了？陪小希嘛。你又不会编程，史教授让你来干嘛？去郊游会编程干嘛？你还真是爱秀智商。小曼，我帮你。不用了。